来看台北松山主会堂，今年母亲节进前拢会办台北母娘文化季，今年已经是第16档啊。早起假，照景2节的活动正式起鼓。啊，那总统蔡英文嘛有到位，毋若是照景，伫大巨蛋嘛有音乐会，要用文化甲艺术传达信念，提起信众对母亲爱感恩。台北市松山主会堂母娘出巡，总统蔡英文、内政部长林佑昌、台北市长朱万安拢有来参加。伫今仔早起正式起驾。我要特别谢谢松山慈惠堂，发扬母娘的慈悲精神来做公益，像是捐赠过超过40辆救护车，还有提供清寒学生的奖学金，这些行动都是为台湾社会带来正面的能量。王母娘娘出巡，沿路信众排队软脚卡。伫2到30这2天了境，祈求台湾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今年参加的人数比往年拢增加超2倍至3倍，今仔日估计超8000人至1万人。已经有16档历史嘅台北母娘文化季了境嘉年华，有各地顶头来自会江斗闹热，艺个火车车队护驾随行，现场是闹热滚滚。对，我逐年拢缀母娘。绕境啊！逐年拢足热烈的，拢逐年有来看那个母娘的文化季，所以来软脚卡，感觉是足好的。母娘是民间对妈妈也是年岁较大女性的称呼。王母娘娘是民国48年以后伫台湾出现的民间信仰。信徒见民众的以母娘慈悲小借问，台北松山主会堂以社会公益出发，在当地母亲节进前了境结束。会伫台北大巨蛋办大型的音乐会，提醒信众着爱感恩母亲。记者曾俊佑采访报道。